来看南投地检署一个姓王的检察官涉嫌性骚扰少年的查甫警察咯，佮不是传一寡骚扰的信息。南投地检署的检察长伫月初接到消息，就随展开侦办。这个检察官嘛已经先防调职，马上起诉咯。南投地检署5月初日传出一名姓王检察官涉嫌性骚扰案件，检察长迄日就侦警方案，搁由妇幼专组主任检察官侦办，随展开刑案调查，搁将这名检察官调离无称职务，立时已经将伊起诉。本署某检察官涉嫌性骚扰案件，当日立即分案侦办，经调查后认事证明确，业经侦查终结，提起公诉。检方调查，被害的查甫警员2月间因为毒品案件涉事姓王检察官，迄当时姓王检察官就不当去摸查甫警员身体部位，后来搁几下摆传直接明显的感性。检方以警员证词、查扣手机感性等记录，性骚扰事情明确，性骚扰行政调查部分，南投警方已经受理申诉。南投地检署会配合调查，有律师认为加害人是检察官的身份知法犯法，法官量刑可能会加重。因为知法犯法嘛，等于说他是已经明明知道有这个法律的情况之下，还利用他的职权去做这件事情。我想这个在法院判决刑度上应该会加重的。律师也讲到，虽然检察官甲警员互相无历史，但过执行也不相，又完成上下属的关系。姓王检察官安尼涉嫌利用权势，也是机会来犯案，会当加重其刑到1/2。南投地检署也会召开检察官职务评定委员会，对姓王检察官进行审计甲行政处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